还有发现那个古代的那个灶台也都长草了，那个是不同的方向的，进去找进去的洞口跟发现灶台的洞口是相对的两端的，然后还有不同的高低的洞口呢，那叫溶洞啊，三点水溶解的溶洞啊，那洞口附近有48户人居住，那个洞洞口附近呢是潭呢，水潭呢。那个几地景观是断来的，山野的山野。